不随岁月磨灭的美。过去有一个富可敌国并且声名远扬的家庭，家里的主人是当地的一位长者，长者的儿媳叫玉耶，长得美若天仙。她因此特别傲慢，认为世界上没有人比得上自己。有一次，长者邀请一位大智者到家里来做客，玉耶觉得这位智者配不上他们家，于是躲在一旁，没有出来迎接。过了一会儿，玉耶不经意发现智者的相貌极其出众，远远超过了自己，于是便走出来，在智者的足下顶礼。这位智者告诉他，人的美不仅在于外表，更重要的是心中的善良、正直、慈悲。如果能做到这几点，那才是真的美。玉耶听懂了智者的话，放下了傲慢。现在很多人都很重视长相的美丑，甚至愿意花很多钱去整容。但其实一个人不管再怎么美，多少年以后，经过岁月的洗礼，脸上会留下越来越多的皱纹，头发会很快花白，牙齿也会一颗颗掉落。谁也没办法阻止岁月的流逝，但心中的德行却永远不会消失，这是不被岁月磨灭的美。